咁喺2024年咧，勞工事務局咧，我哋總共成功配對嘅人數咧有14,699人次嘅。咁當中咧係34歲以下嘅青年朋友咧係佔咗60%，有9,239人嘅。咁喺今年咧第一季咧，我哋成功配對人次裏面咧有2,570人次，咁當中咧涉及到34歲青年嘅朋友咧係有1,278人，大概係50%。咁從數字上嚟講咧，其實我哋見到青年人咧能夠喺呢段時間進入職場咧，佔嘅比例亦都係相對係比較高嘅。咁另外我哋都有分析到咧，點解有啲青年人都係暫時仲未能夠成功配對咧？我哋見到青年人主要佢哋希望揾嘅工種咧係以文員啦、服務啦、服務同埋銷售啦，同埋一啲技術性嘅為主嘅。咁但係咧喺現時嘅勞動市場裏面咧，最主要咧就係欠缺嘅咧就係餐飲啦、酒店啦、零售啦呢啲咁嘅人嘅一啲崗位。咁即係意味住咧，其實現時咧係存在住咧青年人嘅一個理想工作崗位同就業市場咧企業想需求嘅一啲剛性嘅一啲需求咧係有差異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透過一啲唔同嘅計劃咧，希望一啲青年朋友咧，即使喺現時喺澳門裏面未能夠揾到佢一啲工作咧，咁喺大灣區啊，或者喺深合區裏面咧都可以，包括就係我哋考慮咧將呢個職出前程咧會延伸到喺內地9個城市啦，灣區嘅9個城市啦，同埋深合區呢啲地方嘅嚇。